若大高线苏花公路经过抢修，长期的下清水桥路段伫拄则6点已经先开放单线双向通车，为下晡开始就真侪车伫遐排队。公路局提醒讲，因为现场一直咧落石头，所以今仔日现场的车流消透线会阁封起来。明仔载开始到4月底，逐工只开放3个时段通行。苏花公路路段去第3天，有需要来回台北花莲需求的人，对下晡开始就伫现场伫等咯。走高雄的话太远了，上次从那边过来开了12个小时哎。哦，这样走了省了10个钟头最少。哦，那差很多哦。我宁愿等。车到暗头6点，下清水桥、更便桥抢通单线通车。这个彩更便桥是伫日本时期旧桥顶面精设焊接12公尺长的振臂杠梁。车道担仔架甲暗门涂铺好了后，专业技术确认桥台结构甲新材料无问题了后，开放小型车过。等待现场的车流放行完了后，暗时会再封起来，因为暗时石头会落落来。这趟通完以后，它还会再封起来。对，因为夜间它会掉石头。4月7日开始到4月底，每天敢若放行3个时段，现场继续来补强，为5月底进前开放大型车做准备。花莲地动也造成中华便道真侪所在落石，各管工务段出动7大机构伫抢修，其中合流到九曲洞西口路段总共有3个所在绑落，车落中道就清好了。也过因为现场继续落石，会看前方通车。另外伫天祥这边车落中道了后是分阶段放车经过。那后续18.8有一个比较大的灾点那土石方大概有4800方到5000方左右的一个土石方，也是巨石蛮多的一个地方公路段希望可以在明天左右尽量可以把它打通完成。由中华便道沿线以外未少比车也较大的落石，工务段必须用机械一个一个甲讲开，考虑山区天气状况，看初7、初8是毋是会使抢通。记者综合报道。